小弟過去2-3個月實在非常之忙，返咗香港一次幾乎2個月。當然期間有留意到英國內政部終於宣布喺英國嘅 BNO Holder 唔需要10年，只需要5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。當然蠱惑嘅英國政府亦都同時將英文要求嘅 B1 變成 B2，亦都提高咗或者加入咗收入嘅要求。咁呢2個要求就令到一大班原本想申請永久居留嘅香港人，寧願唔加入呢2個要求而去等10年，因為嗰2個要求對好多人嚟講係無法達到嘅要求。小弟喺呢個 channel 裏邊亦都不斷重複講過，其實英國政府最終嘅目的就係盡量減少符合移民嘅人數。如果佢真係想減低人數，佢唔需要改做10年，只需要維持5年，但係將英文由 B1 變成 B2，已經有一大班人唔會符合要求而會自動離開英國返回香港。但係亦都要承認，小弟嘅估計錯誤。我一直估計佢會改做10年，但係其實而家佢呢個玩法令到唔符合要求嘅人數咧，反而係增加咗。之前好多人細細但話要司法覆核，點解到而家都未有人提出？其實大家 click 翻下邊小弟嘅 link，亦都有詳細講過點解司法覆核喺呢個 case 裏邊係一定會失敗。簡單啲嚟講，英國喺第一次提出容許香港 BNO Holder 嚟英國嘅文件嘅第一頁就已經寫明，佢當時嘅條件喺2025年嘅11月係可以修改嘅。但係詳細大家可以睇翻小弟擺喺下邊嘅 link，已經詳細講俾大家聽點解司法覆核一定唔會 work。咁再發下牢騷，呢幾日特朗普1月3號係去委內瑞拉捉咗佢嘅在任總統返嚟呢個紐約去審訊呢件事，其實同呢個英國嘅港人 BNO 有啲乜嘢相似嘅地方？首先，今次美國呢個美軍呢個好 impressive 嘅行動，其實完全違反咗國際法。小弟喺睇到一個評論，就係當150架美國戰機飛入委內瑞拉上空嘅時候，能夠阻止呢啲戰機嘅並唔係國際法，而係另一個強大嘅空軍或者地對空導彈嘅系統。可惜委內瑞拉並沒有。喺強大嘅空軍面前，一個國際法只係一張廢紙。段祺瑞曾經同袁世凱講過，大總統，法律你喺需要嘅時候佢就存在，你唔需要嘅時候佢就係廢紙一張。法律嘅最終解釋權其實喺權力嗰度。大家睇下去年台灣嘅現任總統賴清德用行政手段發動大罷免，當然所有程序都合乎法律，但係其實唔能夠掩蓋佢用行政手段去對付反對黨。今次特朗普就係用強權強行解釋，佢話只不過係跨境執法去拘捕美國嘅通緝犯。有啲人話馬杜羅係獨裁者，所以侵係有權去捉佢返嚟。但係馬杜羅獨裁、侵犯法呢兩件事本身並不衝突。小弟想帶出嘅係法律喺權力面前係廢紙一張。法律嘅解釋權從來喺當權者手上。今次英國內政部提高或者改變 BNO 申請入籍嘅條件，莫講話佢冇違反法律，即使佢真係違反法律，喺當權者面前，喺掌權者面前，小市民甚至乎我哋未入籍嘅人，又有啲乜嘢話語權呢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期再傾過。